会的小脑袋，迷人的小眼睛，左右找，左右找。我也要。娃哈哈益智营养液，让您的孩子更聪明。娃哈哈。 随着天气的转热，时下眼镜又成了抢手货。位于繁华地段的工联眼镜部前去购买太阳镜和眼镜的顾客络绎不绝。工联大厦眼镜部是一个品种齐全、选购眼镜的好去处。该部自1987年成立以来，一直抱着用户第一、品质至上、服务一流的原则，在广大杭州市民中已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销售额也逐年的稳步发展，形势喜人。最近，工联眼镜部组织到了东明、雷朋、紫罗兰、花花公子、派雷蒙、蓝色沸点等国际著名眼镜品牌上柜。特别是工联眼镜部还是香港东明眼镜在浙江的总经销。为了迎接盛夏的来临，工联眼镜部还进行了太阳眼镜3到7折让利大优惠。广大要买眼镜的朋友，不妨到工联眼镜部去看一下。 另外，凡购买工联眼镜，赠送全年8折优惠卡。工联眼镜最近还打出了全市最低价的口号。如果顾客发现另有更低价眼镜，则工联眼镜部将退还差价，并以最低价出售。工联眼镜部还推出了免费修理眼镜。观众朋友，为感谢广大消费者的厚爱，红枫百货商店从6月10号起举办以进价和销价的销售活动。 主要商品有服装鞋类、化妆喜提、针织内衣、丝绸面料、妇女用品等。 实行进货价销售的商品有牙膏、香皂、洗衣粉、毛巾被、男士短袖衬衣、女士长筒丝袜等。为强化消费者对商品质量的监督，鼓励消费者投诉商品质量问题，该店推出退一奖一、10分钟兑现的售后服务新举措。凡顾客购买商品1个月以内，所购商品确有质量问题，顾客持购货凭证到店投诉，商店给予退货或者调换。 同时奖励顾客所购商品1件，并在10分钟以内处理完毕，当场兑现。据经理杜正基介绍，该活动推出后，商店继续实行价格双公开、公开进价、公开差率，欢迎顾客监督。希望您走走看看。 观众朋友，从6月8号开始，杭州音像电器商行将举办空调、彩电、录音机、随身听等各种家用电器商品的特优展销活动。 观众朋友，这里的空调品牌呢有科龙、新乐、华宝，还有春兰等近10个国产的名牌。那么像科龙壁挂式的1.5匹的冷暖型的空调呢，它的价格呢是6100元。那么像这台呢是新乐窗式空调1匹呢，它的价格是2450元。另外呢还有壁挂型冷暖型的华宝1.25匹，它的价格呢是4280元。观众朋友，这里呢是各种进口和国产的彩电，那么录像机、录音机、随身听还有碟片。 价格呢是非常的优惠的。那么像西湖彩电54CD10，它的价格是2480元。像6404型号，它的彩电的价格呢是4400元。另外，这家商店还对外维修彩电、录像机、影碟和音响等各种家用电器。那么另外呢，还为老型号的录像机、彩电加装 NTSC 制式。观众朋友，这里的商品的价格呢是特别的优惠，您大可不必去舍近求远。如果您不信的话，可以来这儿看一下。 为庆祝浙江中医学院建院36周年及答谢广大肝病患者对西利口服液的厚爱，浙江中医学院、浙江省养生科学研究会、西利公司联合邀请著名中医肝病专家，6月10号到12号在环城东路27号浙江中医学院东大门内为广大肝病患者举行大型义诊活动。 目前，3株口服液在浙江口服液市场上已成为深受欢迎的产品。6月份，3株口服液新款包装与广大消费者见面了。3株口服液新款包装上市后，立刻赢得消费者的喜爱，产品供不应求，儿女们的孝心、朋友们的爱意尽在其中。 3株口服液新款包装，给您的亲人和朋友带去更好的祝愿和更浓的情谊。3株口服液是济南3株保健药品厂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制而成的多菌株微生态活菌营养保健品。它含有对人体健康有独特功效的双歧杆菌、乳酸菌和第2菌等3种生物活菌。 能有效地清除人体组织细胞和细胞的代谢废料，调整微生态平衡，提高人体免疫力。通过
大量的卫生理化检验及毒理实验表明，三株口服液完全符合国家颁布的有关标准。1994年3月，由卫生部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组织的三株口服液科技成果汇报会在首都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1994年5月，三株口服液在第3届中国医疗保健精品博览会上被评为金奖。原中部委常委李德生欣然亲笔题词“人类健康的三株福星”。三株口服液又荣获94年全国消费者最受欢迎产品、95年中国消费品市场深受欢迎100家产品20强、95年中国妇女儿童喜爱产品等称号。天气越来越热，各种微生物随着温度的上升大量生长繁殖，尤其是对人体有害的细菌、真菌、病毒，通过人体的皮肤、呼吸道、消化道对人体进行侵袭。夏季里，肠炎、腹泻及一些胃肠道疾病的发病率是其他季节的2倍以上，给患者带来的痛苦是巨大的。夏季由于食物的腐败现象严重，人吃了不洁食物就容易得急性肠胃病。夏季患了肠炎、腹泻、便秘后怎么办？请不要忘了三株口服液的关怀。三株口服液中的3种有益菌可使肠道内毒素尽快排出体外，使肠道中的有害菌无法存活，使您在炎炎夏日里生活得潇洒自在。夏季也是肝炎的多发季节，人们不会忘记1988年春天发生于沪杭等地的甲肝爆发流行。据当时的资料记载，88年的甲肝使杭州平均每10个家庭就有1个甲肝患者。三株口服液是由活生物体制成的微生态制剂，对肝脏有明显的保护和解毒功效，如控制有害菌过度繁殖，减少毒素产生及代谢废料的堆积，减轻肝脏的解毒负担。三株口服液的优良疗效赢得了社会